友大家好，歡迎嚟到閱讀天下節目。今日係10月1號，我係龔小夏，我而家企喺國會嘅前門呢個地方。今日咧就琴晚黑參議院就唔能夠達成協議啦，所以咧最後投票咧就冇通過避免政府關門呢個預算案，所以今日就政府閂晒門啦。咁好似我琴日就應承咗，如果政府閂門咧，我就嚟華盛頓現場直播。睇下直播咧，我一陣間會去即係多數黨領袖 Schumer 嘅辦公室，亦都會去唔係少數黨領袖少數黨領袖 Schumer 嘅辦公室，亦都會去議長Johnson 嘅辦公室，喺嗰度咧同大家再睇下即係參眾兩院嘅情況係點樣。咁我啱其實我行過最高法院㗎，我見到最高法院啲警察門就開住咁樣，咁我就走去問啲人啦，我最高法院你哋冇受影響啊？咁啲人就出嚟好驕傲咁話，喂，我哋三權分立我哋三權分立3個唔同嘅預算，我哋啲預算唔受影響啊！我話係啊，你哋啲預算如果受影響法庭系統停轉嗰時咧就衰啦！我話政府停轉咧都唔死得嘅就。咁喺進一步帶大家睇呢個政府關門情況之前咧，我就下邊先播一則咧時代雜誌琴晚嘅一個背景介紹個介紹好長㗎，好詳細㗎。我咧就即係縮短咗，將佢變成3分幾鐘，所以下邊先睇下呢份報導。美國政府喺10月1日凌晨關門，因為川普同民主黨僵局未解。參議院星期2否決共和黨提出嘅7星期臨時撥款案，投票結果55比45，未達60票門檻。只有2名民主黨參議員費特曼同科爾特斯馬斯托，以及無黨派嘅安格斯金投咗贊成票，共和黨人蘭德保羅投反對票。由此7年嚟首次政府停擺已成定局。管理同預算辦公室已通知各部門執行停擺預案。大約75萬聯邦僱員將被迫休假，每日損失工資約4億美元。必要人員如國安、執法、空管等要無薪繼續返工。以前嘅停擺曾導致國家公園關閉、護照延誤、貸款推遲同食品檢查受阻。即使係短暫停擺，都會造成數十億美元損失。共和黨同川普政府指責民主黨綁架政府，話拒絕乾淨撥款案係造成停擺嘅原因。圖恩表示，只要少數民主黨人支持，我哋就可以即刻通過。民主黨堅持，如果唔延長平價醫療法案疫情時期嘅補貼，就唔會支持。呢啲補貼將喺年底到期，若冇延續，約400萬人會立即失去保險，2000萬人保費上升。國會預算辦公室警告，到2034年可能有1000萬人失去醫保。舒默話，共和黨感受到壓力，民眾將會要求行動。民主黨仲要求撤銷共和黨美麗大法案入面嘅醫療補助削減，恢復對外援助同公共廣播經費，並加大官員安保撥款。參院以47比53否決咗呢份反提案。共和黨堅持醫保問題可以另行傾，但唔應該加喺臨時撥款案度。黨內亦有分歧。溫和派共和黨人如穆爾科斯基建議延長2年補貼，一啲眾院共和黨人支持延長1年，但極右翼就發誓反對任何包含補貼嘅方案。民主黨進步派亦要求堅守陣線，避免再度妥協。川普喺白宮講，停擺可以成為削減聯邦僱員同福利嘅機會，雖然同法律規定同官員保證相矛盾，但顯示其施壓企圖。佢同盟友仲聲稱民主黨係為非法移民爭取醫保資金，雖然已被駁斥，仍然繼續宣傳。川普甚至喺社交媒體發散改視頻，揶揄舒默同民主黨領袖傑弗里斯，引起譴責，凸顯鬥爭已經變成政治文化對抗。政府停擺已迫在眉睫。
若冇新協議，政府將進入停擺程序，僱員被迫休假，合同中斷，經濟同政治後果可能持續。上一次停擺喺2018年持續34日，導致30億美元損失。民調顯示，如果停擺發生，45%選民會怪共和黨，32%怪民主黨。僵局持續落去，兩黨都要付出沉重政治代價。而家我身後邊大家見到嘅就係政府閂門嘅直接影響啦。咩影響呢？我身後係國會嘅訪客中心啊 ，Visitor Centre。咁今日就平時排晒長龍啦，今日冇人啦，入唔到去啦，嗬。因為從呢度入去咧，可以見到國會啲圓形大廳啊，咩真係好靚嘅。即係如果嚟華盛頓啲人咧，一定要入去睇下嘅。咁佢而家閂咗門，咁記得1月6號嗰時咪話啲暴徒啊點入去咧？呢道門啊有3道好鬼重啲玻璃門㗎，即係你攞大炮都打唔入去嘅，警察自己開門俾人入去㗎啦。咁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就係呢個係政府閂門嘅呢個具體表現啦。咁關於政府閂門中，其實最重要嘅一個事情咧，就係話平價醫療補貼啊！呢個平價醫療補貼咧，係即係原來奧巴馬整咗個醫改啦，即係醫療補貼啦，嚇好多窮人咧可以買保險，好平嘅人23蚊甚至唔使錢都有嘅。咁咧佢就疫情嗰時啊，國會就乘機俾咗一大筆錢去補助。補完之後，拜登上台之後咧，繼續呢個補助咧。咁今次咧話用4500億喎，因為中產階級負擔好重啊嘛。咁就共和黨就唔用啦，民主黨就話你哋係害死窮人啦，唔俾窮人醫保啦，咁就閂咗門。咁你即係睇下邊有一段咧，今朝早啊，曼斯副總統就接受咗個採訪，喺呢個採訪中咧，佢就專門講咗呢個問題。咁我哋而家睇下曼斯呢個大概係2分鐘嘅呢個視頻。呢個係民主黨嘅講法，佢哋話我哋其實佢打算俾醫療福利俾非法移民，但係其實唔係㗎。有2個拜登年代嘅計劃係明確用納稅人嘅醫療資金去俾非法移民。我哋喺特朗普總統一上任1月嗰陣就停咗呢啲計劃。第一個計劃就係醫院有好多緊急醫療服務係提供俾非法移民嘅，呢啲係由聯邦政府資助嘅。我哋停咗呢啲資助，因為我哋梗係想美國公民先受惠於呢啲醫院服務，而唔係要攞嚟俾稅，然後喺醫院服務反而俾到非法移民。第二樣咧就係拜登政府俾佢大規模假釋權俾幾百萬非法移民，然後同時令到呢啲假釋人士有資格嘅由納稅人資助嘅醫療福利。喺嗰條又大又靚嘅法案入邊，特朗普總統同國會共和黨人就停咗俾非法移民醫療資助嘅錢。民主黨就想再開翻呢啲資助啦，而且佢哋最初提出嘅方案，第一樣就係為咗重開政府，佢哋真係將俾非法移民醫療福利嘅錢再開翻，所以呢啲唔係我哋作出嚟嘅，呢個唔係一個談話要點，呢個係佢哋最初交俾我哋嘅重新開辦政府嘅法案文本。而家佢哋逃避呢件事係荒謬嘅，但係你睇，俾我哋將呢一切都擺埋一邊啦，俾我哋開放政府啦，咁等我哋就所有呢啲醫療政策問題咧進行談判。顯然咧，我哋唔會支持為非法移民提供醫療保健福利，但係我哋會同佢哋合作，降低美國公民嘅醫療保健成本。如果佢哋願意嘅話，各位聽眾咧，我而家喺參議院嘅大樓裏頭，我身後呢個辦公室係邊個咧？就係民主黨少數黨嘅領袖 Charles Schumer 嘅辦公室。Schumer 都知啦，今次咧就大家即係話 shut down， 話政府閂門咧，就叫做 Schumer shut down， 就賴咗佢啦。因為佢點解佢唔肯做任何妥協啊？咁佢係點解咧？因為佢咧原來唔係咁激進嘅民主黨嘅。咁3月份嗰時，我記得有一次民主黨要閂門，即係又係整到要政府通唔過啦，唔俾Trump 啲 budget 通過。咁咧 Schumer 咧就喺最後關頭啊，就轉咗，就投咗可以同意，即係嗰個議案進入程序。因為參議院唔一樣，參議院要60票先可以進入議案嘅。咁佢就投咗進入議案啦。哇！俾民主黨啲左派鬧到佢抽筋啊！真係鬧到佢咩咁咧？咁最後佢冇辦法，佢就即係出嚟話我自己冇辦法啦，不得不咁做啦。咁但係咧，民主黨啲左派啊，特別係好似紐約嘅 AOC 咁就話啦。
好啦，你既然係咁咧，我哋以後我要挑戰你啊！你嘅選區喺紐約，紐約咧民主黨左到抽筋噶嘛，即係咁講，好似 Manhattan 嘅地方都真係80%幾投民主黨嘅。咁咧就結果佢就今次佢就驚啊，就派人挑戰。你知而家紐約啲民主黨到咩地步咧？即係 AOC 啊，佢個喺競選參議員，佢係社會主義者嚟噶嘛，咁要競選參議員個民調喺民主黨內部嘅民調得分啊，高咗 Schumer 30%，咁佢自己係驚啦，咁所以佢今次咧就政府閂門死都唔肯讓步啦，咁死都唔肯讓步咧，就而家出現咁嘅情況咧，賴邊個啊？咁啊，佢就梗係出嚟講話賴共和黨啦。咁共和黨有共和黨嘅講法喎。琴晚黑咧喺 CNN 啊，閂門幾個鐘，但係閂門成一定局嗰時咧 ，CNN 即係共和黨嘅眾議院嘅議長 Mike Johnson 就接受咗 CNN 嘅採訪。呢個採訪就幾精彩，同 CNN 對啲記者啊差唔多係未嗌交，差唔多都嗌交噶啦。咁我咧就將佢配咗音。採訪幾精彩嘅，不過有啲咁多長10幾分鐘，大家都值得聽咧。睇下美國啲政治同新聞界係點樣。下邊睇下採訪啦。嚟緊3個鐘頭以及未來幾日發生嘅事情，好大程度上取決於我今晚嘅第一位消息來源——眾議院共和黨議長邁克約翰遜。非常之感謝你哋嘅到嚟，議長先生，你係咪相信政府將喺3個鐘後關閉？我認為呢個係不可避免。查克舒默做出咗一個非常魯莽嘅決定。民主黨喺過去幾個鐘頭裏邊進行咗最後一次投票，咁佢又再一次投票否決咗，所以而家已經冇其他選擇。大家要明白佢哋而家做緊咩？佢哋發脾氣，佢哋淨係講黨派之爭。眾議院已經做好咗自己嘅工作，我哋送咗一份乾淨嘅臨時撥款法案去參議院，意思就係咁。呢個只係個好短暫嘅臨時資金措施，等國會兩黨嘅撥款委員可以繼續做嘅冇嘅12份撥款法案，我哋喺呢方面咧已經有唔少進展。我哋只係需要多啲時間，因為今晚就係財政年度嘅最後一日啦。Chuck Schumer 咧拒絕俾多啲時間，點解？因為我哋唔同意恢復非法移民嘅醫療保障，因為我哋唔同意俾5億蚊翻去公共廣播公司啦。佢想削減我哋預留咗500億美金去支持同維持美國鄉郊醫院嘅大基金，因為我哋唔同意佢嘅黨派要求。仲有15000億美金新開支，淨係用嚟做7個星期嘅臨時撥款措施。佢決定要令政府停擺，呢啲對真正嘅美國人嚟講真係大嘅痛苦，而且好令人沮喪。我聽到你喺白宮講過呢個重點，就係你同 Chuck Schumer 同 Hakeem Jeffries 開完會之後，你都知喺美國合法居留嘅人一直都唔符合申請奧巴馬醫療保險同醫療補助嘅資格。咁你講緊話要俾免費醫療保健，咁實際上你意思係佢哋想做啲咩？好開心你問呢個問題。好啦，咁當我哋通過咗嗰條又大又靚嘅法案，即係為打工家庭減稅嗰條，我哋入邊有醫療補助改革，你同我都喺節目度傾過。其實我哋做嘅就係要消除詐騙同濫用。有好多參加咗呢個計劃嘅人，其實根本唔符合資格。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id 本來係俾合資格嘅美國公民，唔係俾非法移民，亦都唔係俾佢本身有能力工作嘅美國公民，好似佢後生仔咁。所以我哋通過咗呢條法例，總統都已經簽署成為法律。咁當然民主黨投擲反對票，但係呢條法例其實非常之成功。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即係負責中立評估所有呢啲咁嘅機構，喺幾個星期前今個月頭出咗份報告，佢哋話你知唔知點？呢條法案已經達到咗喺原本嘅目的，保費而家開始跌緊。停住先，因為有230萬個唔合資格嘅登記人士已經被踢出咗醫療補助計劃，咁樣有助拯救同支持呢個計劃。而家已經冇1850億美金。用你嘅做嘅就係收窄咗某啲人哋到平價醫保補貼 ACA subsidies 嘅資格，佢哋想做嘅就係推翻共和黨之前作出嘅改動，但係基本上咁樣唔係只會影響到有合法身份嘅人，即係佢哋美國尋求庇護嘅難民申請者咩？尋求庇護者呢兩樣嘢完全係兩回事。咁佢而家冇呢個嘅做新嘅理由，話點解唔應該繼續開放政府？但係其實佢哋係用12月先討論嘅政策辯論，佢講9月嘅撥款問題。你講緊嗰啲補貼咧，其實要到12月底先會到期嘅。唔係，佢補貼係咪淨係俾普通美國人？呢個只係其中一樣。呢個好明顯就係佢嘅論點嘅主要基礎。但你意思係話佢哋想俾非法喺美國嘅人免費醫療，就係完全會造成咁嘅效果。咁但係當我睇翻咧，其實有冇細微分別？因為佢哋想推翻你哋之前收窄資格嘅改動，邊啲人有資格嚟到？就係佢尋求庇護難民申請者，其實佢哋唔係真係非法入境，淨係過咗邊境啫。唔係，呢個就係真係會發生嘅事。而 Maxine Waters 今日喺國會門口咧
我覺得佢係唔小心承認嘅，佢哋想俾所有人醫療保障。但係 Maxine Waters 唔係話事人，佢都唔係寫嗰個人，佢只係眾議院其中一個高層領袖，而且大家應該上 Google 揾佢睇下佢哋嘅反建議意思啦，係咪？你而家嘅論點就係話佢哋想將醫療保障俾晒所有非法留喺度嘅人，但呢個唔係針對佢哋文件過咗邊境嘅人，呢啲人係有臨時保護身份嘅，係咪？絕對係。如果嗰個反建議真係實施嘅，非法移民都會睇到錢嘅。美國納稅人咧辛苦賺翻嚟嘅錢咧就會用嚟俾非法移民福利。但我哋再講多次，我哋佢哋做，但係根據聯邦法律咧，非法留喺度嘅人係唔可以睇到呢啲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嘅改革嘅重要就係要執行晒呢啲規定。最重要記住嘅係，你見到民主黨嘅建議，非法留喺度嘅人都應該因為佢哋咁好似我哋法案咁清楚列明嘅細節，咁樣會推翻晒之前 CBO 啱啱證實佢哋所有嘅，我哋根本負擔唔起咁做。但係你明我意思啦？其實你講咗啲咁嘅爭議係咪？唔係，呢個只係呢場辯論入邊嘅煙幕彈啫。佢哋今晚投票決定嘅就係要關閉政府。大家要明白呢個對真正嘅美國人嚟講係真真正正嘅痛苦。咁即係咩意思？即係話婦女、嬰兒同小朋友睇唔到佢哋嘅營養計劃，而家已經唔再提供資金啦。退伍軍人無法及時獲得醫療服務、自殺預防同其他非常重要嘅服務。有低收入人群係醫療補助、醫療保險嘅受益者，佢哋正喺屋企接受護理。呢啲計劃應而生效，佢哋將唔會獲得資助。係㗎，你正在了解 TSA 代理嘅情況，呢個係正確嘅。佢哋就決定咁做。所以今晚唯一嘅問題係查克舒默會俾政府閂門幾耐？呢個係一個危險嘅舉動。佢自己都講過咧，呢個會讓佢嘅整個政治生涯充滿危險同埋災難。捲起膠帶，我哋喺社交媒體上面推出最熱門嘅歌曲。係啊，我淨係話為非法居留者提供醫療保健嘅意義並唔完全在於佢哋擁有嘅嘢，佢100%都全部都係移民啦，即係邊個具有合法身份，你只需要確定邊個有資格。我睇咗佢，實際上係因為我對你嘅論點感到好奇啦。你應該研究下 CBO 星期前出嚟分析報告，個120萬人，你基本上係爭論邊啲人有合法身份，有啲人係喺度尋求庇護或者申請庇護。唔係，我只係想確保，我哋要確保，而我哋簽署成為法律嘅條款已經確保咗醫療福利只會俾有資格嘅美國公民。查克希默嘅提議嘅聯邦法律冇得到執行，咁就係重點。我哋必須對此進行微調，以便能夠加強醫療保健計劃。咁嘅就係我哋做過。基於呢一前提，今次停擺將會持續幾耐？最長嘅一次係35日。嗰時你係會員，你唔係眾議院議長啦。你認為呢種情況會持續幾耐啊？我希望佢好短，因為真正嘅美國人將會遭受苦難。對好多人嚟講咧，呢件事會好辛苦。而查克舒默掌握晒所有籌碼，因為佢只需要做翻啲一直做緊啲嘢就得。順帶一提，拜登政府過去4年入邊咧，有13次我哋投票避免政府停擺，好多次我哋都係少數黨，但我哋都投票做咗啱嘅事，確保政府繼續運作。我哋嘅要求查克舒默做同樣嘅事，佢成個政治生涯做緊同一樣嘢，佢喺度嘅時間差唔多等於我一半人生。佢第一次真係想令政府停擺。我同你講點解？因為查克舒默而家捲入咗一場政治鬥爭，佢而家為自己嘅政治前途搏命。上次佢做咁啱嘅事，極左派就針對嘅 AOC 準備挑戰嘅。係啊，咁當時俾自己黨內好多人批評啦。你而家講緊如果政府停擺會幾咁痛苦啦？今日總統話佢覺得政府停擺都可能帶嚟咗好嘅，咁停擺會帶啲咩好處呢？其實政府要作出咗好艱難嘅決定，佢哋要喺管理及預算辦公室度決定咩服務係必要，邊啲計劃應該優先處理。你知啦，人事決定、政策決定，佢哋就係咁樣。Chuck Schumer 啱啱俾咗白宮單方面權力去永久決定邊啲計劃應該保留，邊啲應該被淘汰，所以佢都算係自己行嘅入一個黨派啦。政治陷阱，總統就將呢件事包裝成一個可能有好處嘅事。你意思係話呢啲係艱難嘅選擇？佢唔係咁講，唔係，兩樣都有。其實都真係有啲好嘅可以出現。如果你可以剷除咗浪費嘅計劃，而平時又睇唔到民主黨票去做，對納稅人嚟講呢樣係好事嚟嘅。但係壞處就係佢需要糧食援助、醫療援助嘅人會受害。FEMA 都唔會有資金。順帶一提呢，我哋而家正值饑荒季節，如果你啲健康保險、洪水保險過期，唔會有新保單，唔會續保，政府停擺期間佢都做唔到。呢啲係真真正正會影響到真人嘅危險，呢啲唔係玩嘅。係啊，其實總統之前都講過啦，佢今次政府停擺之前呢，可能會考慮取消 FEMA 啦。但係我問一問，佢想改革 FEMA 啦，你意思係總統可以佢哋計劃基本上就冇停咗嘅，係咪？如果今次政府停擺開始嘅話，有冇總統試過喺政府停擺期間，淨係因為停擺就直接取消佢哋計劃？我可能要查下歷史先知，但係我可以同你講，政府從來未試過好似而家咁大咁臃腫。政府真係太大，做嘅嘢太多，但係幾乎佢都做唔好。其實政府入邊咧有唔少
想改革嘅人呢，都想精簡政府架構，保守派亦都係咁，我哋大家亦都一樣。呢個並唔係以剝奪或者傷害任何人嘅方式，而係以使政府能夠更高效、更有效咁為人民服務嘅方式。我哋嘅立法正係咁做嘅，呢個就係嗰張美麗大鈔嘅意義所在。我哋好樂意繼續呢個主題。如果查克舒默想要繼續關閉政府，咁就賦予白宮充分嘅權力，呢可能會帶嚟啲好事。的確，作為憲法律師，如果拜登總統執政期間發生政府停擺，喺單方面取消項目，你覺得你會接受得落咩？我哋冇俾呢啲事發生，因為我比佢做更有責任感。當共和黨係少數黨嘅時候呢，我哋都投票支持保持政府運作呢，因為我哋唔想傷害美國人。查克舒默係單方面作出咗呢個決定，佢係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為咗自己私人理由堅持令政府繼續停擺，佢願意咁做。對我嚟講真係極度自私同令人震驚，根本冇辦法走出呢個陷阱。我哋喺佢臨時撥款法案入邊加咗黨派條款，我哋本來可以咁做，我本來可以加晒我哋所有黨派政策取向落去，但係我哋咁做，因為我哋係以誠信行事。我哋之所以需要再次將期限短暫延長至11月21號，係為咗允許撥款人履行職責，佢哋需要更加多時間以兩黨合作嘅方式完成呢項工作。順便講一句啦，共和黨同民主黨都同意11月21號係延長該期限嘅合適日期。我哋所要求嘅即係時間。一啲民主黨人認為而家係我哋利用槓桿嘅時候啦，所以我哋應該利用佢。呢件事令我諗起而家嘅副總統 JD Vance 以前喺國會山莊做參議員時講過嘅一番說話。點解我哋唔應該試下迫使政府停擺，爭取咗對美國人民有益嘅嘢出嚟呢？佢哋係咪只係好似喺以前嗰個職位咁，利用自己嘅籌碼？可惜對於 Chuck Schumer 嚟講呢，佢哋對面嘅願意合作嘅伙伴，呢度根本冇得玩遊戲。白宮、總統、副總統，我哋尋日一齊睇睇圓形辦公室度，Thune 領袖、我共和黨領導層、參議院、眾議院同白宮喺呢件事上完全一致。我哋之間嘅任何分歧，我哋想保持政府運作，為市民服務。Chuck Schumer 同民主黨就決定要關閉政府。我哋好清楚呢場僵局將持續幾耐，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受到傷害嘅係人。參議員圖恩今日早啲嘅時候表示，喺政府恢復開放之前，佢唔會進行談判。你對阿基姆傑弗里斯亦都係咁樣認為咩？係啊，你睇有足夠嘅時間嚟討論呢啲政策問題同無關緊要嘅事情，但係你必須首先俾政府開放，確保政府正常運轉，服務人民係國會嘅首要職責。但係民主黨決定唔咁做。咁你嘅立場係，除非政府持開放態度，否則你都唔會同佢哋談判。係啊，已經冇乜可談判嘅。我確實冇辦法從 CR 中提出任何內容嚟使其變得更好。呢個係佢哋已經投票支持嘅非巴黎 CR。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早喺3月份就投票支持咗呢項措施，並表示當時呢個係正確嘅做法。從而家到嗰陣時呢，唯一嘅變化就係佢面臨住更加大嘅政治危險。佢哋亦都因項美麗法案嘅通過而爭論不休。但我可以問你呢，廢話，睇下部事實啦。呢個就係民主黨嘅論點。我可唔可以問你，今日早嘅時候有位民主黨人走嚟揾你？賓夕法尼亞州嘅國會議員 Madeleine Dean 基本上嘅話，形容為就總統尋晚發佈有關 Hakeem Jeffries 同 Chuck Schumer 嘅貼文同你對質。你睇喺白宮開完會之後，冇問你信唔信嗰啲貼文係種族歧視，仲話你應該出聲譴責。你會點形容你睇嗰次互動發生啲咩事啊？佢正如我一向咁做，我係眾議院議長，所以我係代表共和黨同民主黨嘅。我成日都會聽議員嘅投訴同埋擔憂，我都會停低咁聽。我對 Madeleine Dean 都係咁做，我尊重佢作為一個人。我哋嘅所有政策議題上都唔同意。佢對總統嘅社交媒體發咗一個貼文感到擔心，而總統本意係開玩笑。我哋傾咗呢一點，我話俾佢聽我唔同意佢嘅觀點，但係我試圖俾佢翻到真正嘅問題上面。今晚嘅鬥爭同社交媒體貼紙無關，呢場鬥爭係為咗確保政府能夠為美國人民服務。就喺2週前，當我哋喺眾議院推動呢項措施嘅時候呢，佢係投票反對嘅人之一。CR 乾淨嘅 CR， 佢投咗反對票。除一人之外呢，眾議院所有民主黨人都投咗反對票。佢哋投票決定關閉政府。我希望我嘅朋友馬德琳能夠理解呢一點嘅重要性。佢本人過去曾經多次表示關閉政府對人民嚟講係危險嘅，突然間佢改變咗態度。我唔明白點解。一個論點嘅，我意思就話佢認為呢個係一個種族主義嘅貼紙。民主黨人仲有一個論點就係眾議院共和黨應該留喺度。因為眾議院民主黨都喺度。Hakeem Jeffries 形容佢哋好似俾人送佢去度假咁。你有冇計劃近期叫佢睇翻嚟？當然，下個星期大家都會翻嚟。星期3同星期4係猶太人嘅重要節日贖罪日。我哋本來就冇打算或者安排咗嗰幾日開會。
每年都有啲受尊重嘅節日，所以星期五其實係唯一可以做立法工作嘅日子。但係如果政府停擺，其實都冇咩意思。政府未重新開放之前，議會都冇咩可以做嘅事。所以眾議院已經做咗佢哋嘅工作，而家大家都喺自己選區做緊嘅。咁佢下個星期當然會翻嚟啦，到時再睇下會點啦。我好有希望未來幾日參議院嘅民主黨人會醒翻嘅，端領就會一再將法案喺上議會，俾佢哋一次又一次機會。你今晚都見到又有幾個民主黨人走咗出嚟，佢哋唔想參與呢件事，佢哋唔想俾人話係政府停擺嘅元兇。我都希望有更多人會醒翻嘅。我真係好希望同祈禱下個禮拜初可以搞掂，大家都可以翻嚟做翻嚟為市民嘅事。呢個就係一個計劃。眾議院議長 Mike Johnson 用你嘅講法咧，我哋就睇下會點。如果我哋下星期都仲喺度，我身後咧開緊一場記者會，一到閂門就好多人有活動噶啦。今日可能睇到唔少嘅。咁呢個記者會嘅主角喺邊度咧？大家見到咧，呢個係參議員 Chris Van Hollen。佢係咩人咧？大家如果記得上次即係有過一次話有個非法移民俾人遣返咗翻去啊，佢就走去人哋嗰度邊個國家唔記得咗，中美國家，咁就同人飲咗杯 Margarita 咧，所以大家叫 Senator Margarita 咁都記得佢啦。佢今日嚟係點咧？係聯邦工會啊，聯邦工會啲僱員就過嚟，佢支持呢啲僱員。咁我哋知道美國聯邦政府有大概290幾萬僱員啦，阿 Trump 已經整走咗30萬啦嚇，咁260幾萬今次即係有75萬人咧就俾 furlough。 咩叫 furlough 咧？就係你臨時冇得工作啦，咁啊炒咗啦。咁問題以前咧 furlough 一陣間就翻嚟嘅喎，今次就唔係啦。今次咧佢一整咗咧，聯邦預算局嘅局長啊 Russ Vought 就話啦：好啦，今次炒人冇問題。以前政府有撥款咧，我哋冇得炒。今次你唔撥款咧，咁我哋咪炒咯，任炒啊！佢話咁議長Johnson 就話：嘿，你個係 Russ Vought's playground。咁啲聯邦僱員真係今次佢話要炒咧，要炒成30萬。咁你睇下前日佢接受咗 Fox News 嘅採訪 ，Fox 即係財經頻道嘅採訪。喺採訪中咧，佢專門講咗呢件事情，我哋睇下啦。我係指估一估俾我哋聽啦。俾咗大概嘅數字，我哋參考下。其實我哋已經有咗一啲相當大規模嘅裁員咧。其實有個數字30萬喺度流傳緊，講緊就係今年度呢個數字可能啱，可能唔啱，但而家就係有呢個數字流傳緊。而家如果真係出現預算停擺，好似我哋自己個聊天室都話幾乎係無可避免會有預算停擺，咁你有權力大約可以減少幾多聯邦僱員人數？我哋呢啲問題，我會留翻聽日同之後幾日先再答你嘅。而家我哋嘅情況呢係，佢哋政府停擺仲有幾個鐘頭，仲有機會避免到，到時我哋聽日再入去睇下點啦。咁所有準備功夫都已經做好晒，我哋有好多選擇。但我哋會聽日翻去睇下情況點，然後會管理好今次嘅停擺，盡量唔好俾美國人民受民主黨嘅無理要求搞到騷亂。但係要講清楚，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權力可以令到呢個政府嘅政策議程繼續推進，包括縮減聯邦政府嘅規模同範圍，我哋都會揾機會去做呢啲事。你已經好清楚咁同舒默先生講嘅呢啲嘢，但係好似對佢哋咩影響 ？Russ Vought 呢樣嘢我真係唔明，情況只會更差。我意思係，如果我係咁，雖然我肯定唔係，但如果我係咁，我會想要一個臨時撥款法案，然後再傾呢啲嘅。我唔會想將主導權交俾你，佢都要做嘅，佢都唔中意嘅措施。我認為喺嚟緊幾個鐘頭裏邊，佢有時間從邊緣翻過頭來，同溫和派合作推動繼續決議嘅通過。我哋會睇投票結果嘅，聽日朝早就知道結果啦。好嘅，管理同預算辦公室主任 Russ Vought，我而家咧就係一個參議員嘅門口。我今日睇咧，其他啲參議員啊，真係個個都開緊門嘅。係呢個參議員閂咗門，呢個參議員就係夏威夷嘅日裔嘅參議員啦。我覺得真係，即係佢係我喺國會中咁多議員咧，佢真係可能即係除咗賀錦麗咧，佢差唔多真係最蠢嘅一個。咁又蠢又懶，真係好懶啊！所以知唔知點講啊？咁總唔知你而家見到佢係閂咗門啦，我哋政府閂門睇得差唔多啦，咁我哋推薦一則評論啦。
前幾日咧，星期一Trump 喺白宮就會見咗以色列嘅總理Netanyahu，佢哋之間咧就以色列就同意咗呢個計劃，就 Trump 就推出咗一個中東和平嘅20點計劃，計劃中就包括咧就即係話可以要停火，要立即釋放咗所有而家啲人質，咁同時咧就等加沙讓一個技術官僚集團管理啊，就唔係話俾翻而家哈馬斯呢啲恐怖分子管理啦。咁而家睇住哈馬斯會唔會同意？但係好有趣嘅話咧，就西方啲主流媒體度反而就對呢個和平協議咧就唔係點樣冇乜好話喎，冇乜點講好話。咁英國嘅雜誌 Spikes 上有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就話咧，佢話左派即係呢個和平計劃係左派啲惡魔㗎。我哋睇下呢篇文章。和平前景幾時試過被咁陰沉咁迎接？川普總統啱啱公布以色列加沙和平計劃，輿論圈就瘋狂散播犬儒情緒。加沙血腥戰爭可能迎嚟終結，本應帶嚟希望，但換嚟嘅係奚落、懷疑，甚至係古怪嘅怨氣。由 BBC 到天空新聞，再到社交媒體上嘅反以色列泥潭，齊聲講呢個唔會成功。呢種傲慢嘅懷疑，部分源自精英圈殘留嘅川普狂躁症。BBC 關注嘅唔係加沙可能被拯救嘅生命，而係川普嘅誇張同浮誇。佢哋寧願揶揄川普可能覺得呢係文明史上最偉大嘅一日，都唔願思考加沙嘅未來。天空新聞嘅分析亦充滿嘲諷，擔心計劃會被哈馬斯或者以色列極右派拒絕。諷刺嘅係，堅信加沙戰爭係種族滅絕嘅人，本應歡迎結束種族滅絕嘅協議，結果依然冷嘲熱諷。喺社交媒體嘅反義陣營，憂鬱情緒同樣蔓延。佢哋找住協議細節大做文章，仿佛協議終結佢哋聲稱嘅大屠殺係件壞事。伊斯蘭網站5 Pillars 嘅羅上薩利克甚至話，巴勒斯坦人必須拒絕呢份投降協議，意思係俾種族滅絕繼續。呢種邏輯實在荒謬。呢種反應背後唔單止係拒絕承認川普功勞，更深層次嘅係文化精英意識到呢份協議可能粉碎佢哋圍繞以色列建構嘅道德敘事。佢可能揭示加沙戰爭真正嘅製造者並唔係以色列，而係哈馬斯。川普嘅計劃將球踢返哈馬斯場內，唔止令哈馬斯陷入危機，仲令長期依靠反以話語建立道德感嘅西方輿論者陷入困境。呢份20點和平計劃內容全面，立即停火，72小時內釋放所有以色列人質，之後以色列釋放2000名囚犯。加沙將被去極端化，哈馬斯必須解除武裝。協議仲慷慨提出，主動放低武器嘅哈馬斯成員可以獲得大赦，其他人可安全轉移到其他國家。以色列會撤軍，允許由技術官僚組成嘅臨時當局治理加沙，無人會被強制離開。加沙人民將獲得建設更美好未來嘅機會。呢份協議現實又積極，既能解救去年10月7日被劫持嘅猶太人質，又能清除挑起戰爭嘅反猶武裝，仲俾加沙人有機會重建自由家園。嗰啲曾經造謠以色列同川普要驅逐所有巴勒斯坦人嘅人，如今謊言已經不攻自破。內塔尼亞胡已經接受協議，呢亦都戳穿咗反以陣營另一個謊言，話佢為咗保住自己腐敗案而堅持打落去。依家只剩一個問題，哈馬斯會唔會接受？如果拒絕，我哋就毫無疑問會見到佢哋將建立哈里發嘅扭曲幻想睇得比巴勒斯坦人嘅生命更重要。我哋亦都會明白西方文化精英編織嘅以色列係惡魔，加沙係受害者嘅故事，更多係偏見而唔係現實。如果哈馬斯拒絕，呢會令左派同自由派嘅整個道德框架崩潰。人哋將會見到係哈馬斯要戰爭，而唔係以色列。所謂種族滅絕，根源喺伊斯蘭極端分子嘅野蠻，而唔係以色列嘅邪惡。巴勒斯坦人嘅痛苦係因為長期被狂熱反猶嘅宗教極端統治。之後每一次反以遊行同文章都係謊言。川普嘅計劃令哈馬斯同西方文化精英都無路可走。正因如此，佢哋對協議感到不安，因為講到底，佢哋會掛住呢場戰爭，
佢俾咗佢哋喺混亂年代中一種虛假嘅道德意義。如果哈馬斯接受協議，佢哋就不得不承認呢個佢哋曾稱為新希特勒嘅人，比所有反以叫囂者更加真切咁拯救咗加沙。我希望呢份協議成功，因為我希望人質回家，希望戰爭結束，希望以色列安全，亦希望加沙人得享和平。如果你講唔出同樣嘅願望，咁你未必真係企喺歷史正確一邊。而家我喺嘅地方呢，係參議院 Hart Building 嘅大廳。呢個大廳有個好巨大嘅雕塑啊，叫做即係現代雕塑，我就真係唔識睇啦，唔知有咩好處啦。佢個名就叫山同雲啊。咁呢度係座山嘅意思咧，我睇唔出咩好處嚟。咁即係大家如果中意睇現代雕塑，可以過嚟參觀一下啦。咁我哋最後咧講一條即係中國嘅新聞。今日10月1號中國國慶節啊，喺國慶節嘅時候咧，華爾街日報出咗條消息，就話咧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就俾正式撤咗職。咁就最近呢，中國啲外交界啲高官一系列咁落馬，到底係咩原因呢？我哋亦都不得而知啊！嗬，咁下邊睇下《華爾街日報》呢個報導啊。《華爾街日報》早前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曾被視為外交部長潛在人選嘅劉建超喺7月下旬海外出差返到北京之後被拘留。劉建超當時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呢個部門主要負責處理中共同外國政黨同社會主義國家嘅關係。該部門官網星期二更新，顯示由資深外交官轉任國家安全官員嘅劉海星已經出任中聯部部長。不過，該部門冇交代劉建超嘅去向，亦冇解釋佢被撤換嘅原因。據聽取相關情況通報嘅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有關部門已經對劉建超展開調查，指控佢涉嫌貪腐同其他違反黨紀嘅行為。呢啲知情人士話，調查人員而家重點調查佢喺2015年至2018年間擔任反腐官員嘅時期。中共方面仲未披露任何針對劉建超嘅調查，亦未正式指控佢有誤當行為。記者亦未能聯絡到現年61歲嘅劉建超作出回應。對劉建超嘅拘留，係自2023年秦剛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僅7個月後遭免職以來，已知涉事級別最高嘅外交官調查。《華爾街日報》曾報道，黨內一項調查發現秦剛有婚外情，而呢段關係喺佢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期間一直存在。秦剛嘅外交部長職務由佢前任王毅接替，王毅亦係中共最高外交官，並且係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委員之一。秦剛去年辭去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但仍然係中共黨員。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動嘅紀律整頓一部分，中共紀檢監察部門已經查處大量高級官員。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紀檢監察人員已經處分超過620萬人。佢哋嘅違紀違法行為包括貪腐、官僚主義不作為同泄露國家機密。喺秦剛被免職之後，劉建超一度被認為係接任外交部長嘅有力人選。佢英語流利，喺20世紀8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外交部。期間仲去過牛津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劉建超曾經擔任外交部發言人，包括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之後出任過中國駐菲律賓同駐印尼大使。2015年，劉建超破格轉崗做反腐工作，當時佢被派去領導中共最高紀律檢查機構嘅國際合作局，協助指揮全球追捕外逃涉貪中國逃犯嘅行動。短暫擔任一個省份嘅反腐負責人之後，劉建超喺2018年重返外事工作崗位，之後升任中聯部部長。佢曾經訪問過美國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而呢啲地方係過去中聯部部長甚少到訪嘅。新任中聯部部長劉海星現年62歲，係一名資深外交官，專長於法國同歐洲事務。
其後曾經喺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高級職務。該委員會係由習近平領導，擁有強大權力嘅決策機構。上邊就係我哋今日閱讀天下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而家咧喺國會嘅一個大樓裏頭，辦公大樓。咁而家係喺眾議院度啊，啲人咧走得差唔多啦，議員放晒假翻屋企，所以眾議院就好冷清，就唔似參議院咁忙啦。咁我哋聽日咧再繼續啊，好，大家再見。